Hello， 欢迎来到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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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，我是怡姐。我是敏华。敏华，你知道吗？前2天啊，我去客家庄啊，结果呢，我在那边体验采茶风情。其实呢，提到了采茶，茶叶的清香往往让人心旷神怡。真的很舒服哈。那你刚刚说到茶叶，你知道茶叶怎么说吗？茶叶叫做茶蜜，茶蜜就是茶叶了。那你刚刚有说到了这个客家庄，我就发现啊，台山县上的客家庄呢，真的很适合茶叶的生长哦。尤其呢，以前的妇女啊，都会当扎茶剂，在茶园里头采茶呢。扎茶剂呢，就是采茶女。那么她们呢，其实习惯一边采茶一边唱山歌哦。山歌就是山歌，而且呢，其实哦，边采茶边唱山歌，山歌悠扬呢，他们采起茶来呢，工作也特别愉快哦。那如果我们要说呢，采茶女边采茶边唱山歌，这句话要怎么说呢？扎茶剂，紧扎茶，紧冲山歌。扎茶剂，紧扎茶，紧冲山歌。今天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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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发呢，带大家体验一下当采茶女。至于扎茶会很辛苦啊？扎茶当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。那我想试试看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会不会很难啊？不会啊，阿秘书，请你教他一下怎么采茶。一个上一个下，一个上一个下。阿秘书，你们在扎茶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唱山歌啊？也有冲山歌哦，冲山歌他们无聊啊。哦，扎茶爱茶，改良评论的家己。敏华，这个就是刚刚山上造茶季采的东方美人茶，这茶蜜好像不太像高山茶吼，带有蜜香味，喝起来甜甜的。玉萍姐，我刚刚在山上啊，看扎茶季，他们在扎茶的时候都会冲山歌哎。对啊，他平常的娱乐就是到庙会里面唱山歌。敏华，我刚刚看到画面啊，你们拍到了台山县上啊，茶园一片接着一片，风景真的很好。就像你说的哦，除了茶园是一片接着一片，风景很美之外呢，他们的茶叶呢也非常香浓，很好喝呢。那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好啊。首先要教大家的就是茶叶了。那茶叶怎么说呢？茶叶就是茶蜜，茶蜜就是茶叶。那如果说采茶的采茶女要怎么讲呢？采茶女就是扎茶剂，扎茶剂就是采茶女了。那如果要说唱山歌的山歌要怎么说呢？山歌是散歌，散歌就是山歌了。那如果我们要说呢，采茶女边采茶边唱山歌，这句话要怎么讲呢？这句话要告诉大家的是扎茶剂，紧扎茶，紧冲散歌。扎茶剂，紧扎茶，紧冲散歌。今天Go Go Go哈发带大家体验不同的茶园风情，再会喽。